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我是现爱妈妈。这阵黄金是有够贵的，其实台湾用过嘛学过黄金，不过大部分台湾的金是拢伫日本时代就学了啊。伫迄个真侪人咧学黄金的年代，日本政府嘛捌去找一寡位别位来的劳工，一寡工来斗相共，这是真后来才发现的代志。今日我来讲台湾的金山，甲来学金的外国人。高云甲金瓜石伊的边有一间金泉寺，迄间庙的地下室是摆206个金豆甕大部分到搭拢毋知影迄是啥，因为倒位来的，这就要为古早台湾学金的故事开始讲起。19世纪西班牙人来到台湾北部的时阵，就有听人讲这附近的人会用金做一寡物件挂伫身躯，因感觉真好现，因就四界去找，毋过拢无找到。后来荷兰人嘛有听到吐鲁番，就是伫台湾东边有一条藏金矿的溪也嘛险人去找，毋过小共还是无找到这个金矿是伫倒位。连迄当阵世界拢咧找一寡金银财宝，技术一流的外国人拢找无的金落尾是个安怎互人发现呢？这有真侪讲法。一个上接听到的是1890年的时阵，老兵团要去台北到基隆的铁路，迄阵请足侪工人伫基隆河边咧食豆的时阵，有一个就怎摕裤去溪内底要养水，怎伫遐看到溪底有沙金，后来基隆河有沙金，这个消息传出去了。足侪人就走来遐要获金沙，大清政府当然嘛想要分，就伫遐设一个金沙局，甲找金这项生意变做互官方来办理。因伫遐开始扣税，找真久才找到的金沙，嘛改变为这开始这几粒沙的命运。1895年，日本人来接收这片有金的沙，怎就甲分做两边。金瓜石是卖互日本的田中族，互因去开发；西边的高分就卖互丁田族，小共日本人的集团因去经营。迄阵因认为金瓜石的金是较济，所以田中族因是大规模，佮用足济大型的机械去学，因为日本早资金甲大型的器具来。还有一套真严格管理工人的制度，伫遐做工的工人是固定领薪水，所以若想要学金变好起来的人，对因来讲，伫遐做工是拢无机会通变好起来。另外伫高分这边都无相共高分这个地形更较复杂，更较歹学，所以遐的人嘛较歹管理。迄当阵丁田族因怎请一个台湾本地的巡查，就是上基层的警察，叫做颜芬年。颜芬年这个人，伊的组织能力真好，敢若斗顾治安，伊嘛开始甲因头家斗招工管理真侪工人。时间一久，丁田族就是伊的头家，对这个颜芬年是哪来哪信任，佮加上迄当阵高分的经营无偌好，因拢学无啥有，所以头家怎甲一寡生意包互颜芬年伊家己去做。颜芬年伊的生意是哪做哪大，到1914年的时阵，伊甲几个朋友怎组一个商会，就摕到高分的经营权，后来怎变做大洋矿业，迄就是家人眼甲伊的起头的事业。
颜分年接9分了，甲金龟石迄边的做法是完全无同款。伊互遮个工仔做题画，伊甲遐个矿区全切做足细地，租互工头。遮个工头才搁去招工人做伙来学。伊若真正有学着金仔，逐个分，地主会当分，工人嘛会当分。即套制度，互足侪人嘛想要去做，想要去学金仔。真紧高分变做一个足闹热的所在。只要若较拍拼的，运气搁较好的，真有可能几工内学着金仔，就会趁大钱啊！迄当阵的高分人济搁好业，所以逐暝拢有咧办桌，有咧唱歌演戏。全台湾上贵的物件，拢是送来遮。迄当阵伫家人台北有一句话，就笑讲：上品送金狗，次品销台北。意思是讲，上顶的上好的物件，爱先送去金龟石甲9分卖互遐个人，剩的经过才搁送来台北城。毋过黄金当然是哪学就哪少，遐个矿坑哪学哪深，除了金嘛开始学重。毋过问题嘛来啊，就是人手无够济。9分甲金龟石遐附近拢山，平地少，袂当种植。本地住伫遐的人都无济，遐个矿坑是哪来哪济。本地少年人少，台湾会当来的人嘛无够，而且伫金龟石迄边，日本人咧经营的方式，大家敢若会当领薪水，嘛较少人要去做。所以后来日本人就想着会使为中国东南沿海的所在去请工仔来。迄当阵毋若是来学金仔，台湾的一寡建设，像讲起铁路，也是起家人港，即款工程需要真侪人工的时阵，拢有为中国沿海遐招人来，特别是为温州遐找人来做工。去金龟石做工的迄阵人，嘛是为温州，也一寡为福州遐去的。温州人因是拢去操作机械，伫矿坑内底挖土搬石啊。因内底因为通风的设备无偌好，真侪人长期伫遐做工课，就着肺病。福州人较少，毋过因去金龟石遐是做服务业较济。人讲的福州3种刀，牙家刀的甲人做衫做裁缝，牙菜刀的做刀子，也若牙剃头刀的，就是咧甲人做头毛、夹头毛的。因拢伫遐开店做生意。日本人伫金龟石基东庙囥这堂遐边仔就去10个工寮，互即阵来台湾的劳工住。当地人拢甲叫做温州寮，因为遐住的拢是为温州来的工人。后来是因为学金仔也无遐尼好趁，遮个人全搬走，有的转去，有的去别位找工课。也若伫遐伫矿坑过身，无人领，就变做咱头期先讲的200外的金豆翁啊。所以后来有人找着，才甲因囥去金泉寺接拜。伫共迄个所在，也阁有另外一群外国人嘛来做工过。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阁来太平洋战争，为着要伫台湾继续挖矿挖铜出来，日本人全甲一阵因伫南洋遐战争掠着的战犯来台湾做苦工。1942年迄当有1000外个外国的战犯来到台湾，大部分是英国人，也嘛有加拿大、澳洲的人。这内面有500外个人，就互人送去金龟石去做苦工。本地咧住中国劳工的温州寮，全伫四周围装铁棚变做当地人讲的毒片寮，就是关遮外国战犯的监视所。即阵早前伫南洋烧战的外国军人，互人强迫掠去学铜。迄当阵的战争，铜是做枪支甲炮弹真重要的原料。520外个外国人伫遐做3档的苦工，真侪人破病、营养不良、发生意外，也是互人凌辱过身，剩80外人。后来调查有讲到伫金龟石迄个战俘营，伊的死亡率
比别位的政府赢搁较悬，是二次世界大战条件上歹的监视所。即阵的知影是因为后来活的回去的人有写一本册记载伫遐的日子，也嘛有带过遐的战犯因的后代拍电影，所以即件代志才较侪人知影。1997年伫英国温州寮甲战犯监视所迄附近的所在，政府全设一个国际中正和平纪念园区，逐冬拢有为英国、加拿大遮战犯的家属也是代表来遮献花纪念死伫遐的人。金泉市甲中正纪念园区拢是要纪念遐为别位来做工煞伫台湾过身的人，嘛互咱会记得台湾乌金仔甲战争的历史，甲伫即个岛屿伫无共时阵拢有真侪人来过即件代志。今日我就先讲到遮，大家若有任何想法甲意见，拢欢迎写批来甲我讲。若介意即个节目，请伫平台留5粒星，留的也是追踪即个节目，嘛请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若是要赞助寄付，要订电子报，也是要买册，伫节目的文字说明拢有连啊。真感谢大家收听，我是hen海妈妈，大家再会。